講到自提點未來發展趨勢，首先網絡進一步下沉與加密，競爭將從有無覆蓋轉向密度與便利性之爭。未來喺單一大型屋苑內，可能出現多個唔同品牌嘅智能櫃或自提點，消費者嘅選擇將更多元。其次係技術升級同體驗優化，更多智能櫃將整合人面識別、動態二維碼等技術，簡化取件流程，再加入預約排隊系統，延長存倉時間，退換貨一站式服務將成為標準配置，提升用戶體驗。另外係功能多元化，自提點將唔再只係取貨點，而係逐漸發展成迷你物流中心，未來可能整合更多功能，如暫存行李、冷鏈食品取件、代收繳費，甚至作為小型貨倉、迷你倉嘅延伸服務點。加上個別商戶關係將更加複雜，電商平台、物流公司同零售點之間將存在既競爭又合作嘅關係。例如，一個便利店可能同時係 HKTV Mall、順豐同菜鳥嘅合作點。如何平衡唔同夥伴嘅利益將係挑戰。下一集會同大家講下自提點未來挑戰與隱憂，記得留意。